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9号。首先跟大家恭贺新喜，上帝的恩典同在。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列王纪上卷14章第1节到18节，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怜悯。许多人无法面对事实，不能接受实际的结果。一般而言，就发生在癌症确诊病人的身上。他们先是否定，再来是拒绝，然后是生气。也发生在亲人安息的时候，特别是那个跟过往者的感情非常好的家人之间，当然也发生在其他的事上，特别是当人太过分执着在某些事情的时候，就变成了不管是非对错，好像只有自己是对的，其他的人都错了，连事实都不正确，连上帝都错了。这样的思维就会变成让自己去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罗门王是如此，所谓的后宫3000佳丽，大多是来自外邦。所罗门也因此学习了敬拜外邦的神明偶像，离开了上帝。上帝因为自己与大卫的约定，因着自己的怜悯，留存了所罗门的王朝。但是后来连那个原本被上帝挑选来代替所罗门的耶罗波安也离开了上帝的道路，离开了上帝的怜悯恩典。列王纪上卷14章第1节到18节这样的记载。耶罗波安的儿子的死，那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害病。耶罗波安对他的妻子说，你假扮一下，让别人认不出你，然后到示罗去。亚西亚先知住在那里，他就是说我会做以色列王的那个人。你要带10块饼、一些饼干和1罐蜂蜜，他会告诉你我们儿子会怎么样。于是耶罗波安的妻子就到示罗的亚西亚家去。亚西亚已经老迈，眼睛失明。上主曾经告诉他，耶罗波安的妻子会来问他关于害病那儿子的事。上主也指示他该说的话。耶罗波安的妻子来到的时候，他假装是另一个人。亚西亚听见他到门口的脚步声，就说，进来，我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子，为什么要打扮成另外一个人呢？我有坏消息告诉你，去告诉耶罗波安，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我从人民中拣选了你，立你做我以色列子民的统治者。我从大卫的后代把国权夺过来，要赐给你。可是你没有像我的仆人大卫那样，一心一意的效忠我，听从我的命令，只做我准许的事。你比你以前的统治者犯了更大的罪。你背叛了我，有铸造偶像来拜，
惹我发怒，因此我要降灾给你的王室，你家中所有的男人，无论是自由或不自由的，我要通通杀光。我要除灭你的家族，好像人扫除粪土一样。你家的人死在城里的，一定被狗吃掉；死在郊野的，一定被飞鸟吃掉。我是上主，我这样宣布了。亚西亚继续对耶罗波安的妻子说：你回家去吧。你一进城，你的儿子就死了。以色列全国人民会为他哀哭，把他埋葬。他是亚罗波安家族中唯一得以埋葬的人，因为只有他是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所喜悦的。上主要立一个王统治以色列，这王要结束耶罗波安的王朝。今天其实现在就是时候了。上主要惩罚以色列，使他摇动，像溪里的芦苇草摇晃一样。他要把以色列人民从他赐给他们祖先这块美好的地上拔出，把他们分散到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因为他们造了亚舍拉女神的柱像，惹上主发怒。上主要遗弃以色列，因为耶罗波安犯罪，也使以色列人民陷在罪中。耶罗波安的妻子回到得撒，一进家门，孩子就死了。以色列人民为这孩子哀哭，把他埋葬，正如上主借的仆人亚西亚先知所说的。所罗门王忘记了自己继承的不只是王位、王国以及所有的财富而已。他和耶罗波安都一样的忘记了他们是领受了上帝的怜悯恩典。他们将功劳都归给了自己，忘记了上帝，因此选择离开上帝，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去敬拜偶像。其实很多人是如此的，不愿意谦卑，不顺服，后来就变成了拒绝领受上帝怜悯恩典的人。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到20节也是这样的提到当时的一个情形。标题是感谢上帝的怜悯。他说：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赐给我力量，以为我可信任的，指派我来侍奉他。虽然我从前毁谤过他，逼迫侮辱他，可是上帝怜悯我，因为那时候我不信他，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们的主赐给我格外的恩典，使我有信心和爱心。这是因跟耶稣基督连结而有的。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靠的，值得完全接受的。我是罪人中最坏的一个，可是这正是上帝怜悯我的原因，好使基督耶稣对我这罪魁显示他充分的忍耐，使我得以做那些以后要信他接受永生生命的人的榜样。
愿尊贵荣耀归于万世的君王，那不朽、看不见、独一无二的上帝，世世无穷。阿们。我儿提摩太呀，根据从前那有关你的预言，我把这命令托付给你。这些话要作为你上阵打美好的仗的武器，要持守信仰和清白的良知。有些人不听从自己的良知，因此他们的信仰出了焦，其中有苏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在撒旦手中，使他们学会不再毁谤上帝。保罗非常清楚的自己所领受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不是自己的能力、功劳以及成就。基督徒自己呢，这要成为我们的提醒，需要降卑，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瞒过上帝，胜过上帝。人若没了上帝，失去生命，就什么都没有了。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真实的敬拜。上主大能者上帝发言，从日出到日落之地发出呼喊，从最纯美壮丽的锡安城，上帝发射光辉。我们的上帝要来临，并非默默无声。他的前面有烈火，他的四周有风暴，他传唤天地作证人，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他说：召集我忠贞的子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生计跟我立约的人。诸天宣布上帝的公义，上帝自己是审判者。感谢主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足的，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谦卑的爱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